就来看嘉义市的购物节圆满来结束。今年这个发票登录的总金额冲破到7亿5千万，打破到历史纪录。昨来抽奖，2个抽到100万的油电车，1个抽到100万的泉州。这届个人登录的发票金额上悬的市民是以3666万来破纪录。2台油电车，一台台正100万，继续贵上山。非常的美。有100万的泉州套链，看起来金光闪闪，这拢是要送予嘉义市购物节得奖的好运民众。刚好是有想要换车啊，所以很幸运啊，刚好就抽到了呀，就觉得很幸运啊。对，另外，这个康生市是今年得到13万名牌包的购物王，伊伫短短活动时间3个月内，就开坐买3666万4722，创下活动4年以来开上济纪录，后面就拢感觉有够厉害的。真的吗？哇哦！其实我大概一辈子都花不到那么多钱。我也是为什么可以花这么多钱？买了3600万，太夸张了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嘉义市购物节10月7日煞口，将举办抽奖颁奖典礼，民众拢有兴趣参加。今年发票登录的总金额搁一摆破纪录，活动带来人气和买气，一般店家不拢感受到。暑假期间还有假日都人潮比较多啦，大约有多出来2至3成左右。市府讲，购物节每一年拢举办，嘛先讲互嘉义市变甲热闹滚滚，赚真济观光财。不过有人开钱真拍手，消费金额就要3000多万，无人看到嘉义人开钱嘛不加俗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